地方声音非常的强哈，甚至去那种咧。台中市嘅市长胡志强近些时间来讲去客家土研了个多功能文化园区啦哈，迄个许多人董事的地方也讲相信有其他想法哈，想大家都共同讨论。不过针对提这个讨论，你想台当来宾回答一下，是讲诸位，大家讲都愿意来参加志工啦哈，无论係人文的啦、生态啦部分哈，那要针对客家文化园区啦地方做一个平台嘛，也讲大家。叫他天马去到里啊，做来找这个导览志工来做介绍，两部分係咪为男人的工作？落来主持人吼，凊头各位乡亲讲的意见总也真宝贵啦吼。从了导览志工，按来讲吼，希望讲有了导览志工，唔干那讲，按了园区制度的东西实在来做介绍吼。那就需要讲按了东西去真多像应该文化界真多的庙嘛吼，朝圣先师庙啦吼，该用的礼仪伯公庙吼，了文化界了蔬菜啊，真多真好老了的蔬菜吼，了像了太甲河嘛，真多的生态可有办法结合了用来按东西去真多个文史工作吼，有办法来做导览嘛，他这摆咱是来招募啦吼，过来咱凊头讲的。自行车的民宿嘛唔会歹吼，其他马度量那有蔬菜吼，唔是讲真贵，是一暗部将个继续加其他行强，所以讲吼，俩脚踏车的民宿安尼吼嘛唔会歹啦吼，过来吼，我都想吼，像俩是在俩货车是在甲其他的相关业者，下面来做投票。来了初步车，你改片吼，骑天马，迄咩讲有9折，也是8折，来犹太，也是讲来拢老了，坐了火车二好，你东西啉上，也是国关泡了文产，吼，是来打折，一个犹太，吼，安尼是来做了套票一个考虑，吼，你也都爱文化园区了，吼。来甲了业者，特色来参详看看来研究，是毋得讲哦，异业结盟啦吼，异业结盟安尼特色来合作，看安尼吼。天马攀了较好，安尼文产嘛较好，迄东西啉上安尼嘛较多，安尼迄咩实在係一个好诶考量啊吼。好，刚才想要强调反高书哈，听话有个向进讲，希望盖个东市的客家主题餐厅哈，台新的哈，是讲也做强调那个厨艺达人哈，针对你东市的水果哈来入菜哈，来做伴手礼等等哈，你认为哎用去适中到一只。青台县的客家主题串堂，或者出得来做方向来讲，分散到街头巷尾各个迄种的，你的民众大家来传某向用的哈，多元跟分散，也问题你蛮来看啦。我个想法是讲哈，就按你客家从按你东市来讲啊，叫吉利市啊，吉是橘子嘛哈。对，农会的利是高阶梨嘛，对，市是风旗嘛哈。前面讲吉利市这个核心概念都发展起所有的料理啊，我是汤头啦哈，我是其他的伴手礼啊，其实我认为它是非常可行呐。但是我们在借重两位的这个餐饮达人，我是按你做个伴手礼的专家哈，所以让大家来研究，要么推出可能20种。或者30种，该不同的菜色，我认为也不一定要集中哈。其实你街头巷尾就当多你客家的美食哦，没讲完全讲起来收益冇形容啊。係咩你集中的部分啊，南汇部分我认为哦，就推广，让大家都创造当然都办你美食的创意比赛。哦，然后通过创有客家美食认证，在经过认证系统以后，你就会贴页标志。该观光旅游局去做让透过按你全国的内容来推广，或是按电视台，或是按你叫按你客家的节目啊，比如安排这样的剧情植入性行销啊，我是希望做得到啊，因为按你吉利市来讲，那名字当我堂啊哈，没有打造按你几个，我乜个是推广，我认为推广要集中啊，按你资源非常有限呐，你个乜个所以做，我建议讲，按你做一张。
都吹完拍体制面的，全写拍体制面的就有亮点啦。听我详细是讲到吼，你迄种诶董事有深厚诶理念文化啦，哈，所以老咧客家文化园区透过去吼，再联络起来哈。那当然蛮员讲，迄面都在你个对东势林茶道哈，88个哈，那种樱花、种梅花哈，种个枫树等等哈。那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林管处哈，林务局林管处。那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东势林管处的陈处长，就是说这些部分啊，就相信对这个东势林场或四角林林场，甚至是我们那个大雪山制材厂旧的那个旧址啊，有很多的想法啊。那林务局林管处这边，针对相信这些想法是怎么样的回应，或者说需要怎么样的沟通或协调，是可以需要来进行的？请处长，谢谢。林业文化园区呢，结合的部分呢，这个已经没有问题，因为在去年的2月份呢，我跟台中市政府的建设处的张大春张大春局长啦，还有叶义锦这个区长啦，都已经现勘过，就是从我们客家文化园区呢，要连接到我那个林业文化园区，把这一段把它连接起来，未来就是我们自行车的步道可以连接到我的林业文化园区，同时呢，林业文化园区里面呢，也有自行车的步道啊。是。那么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呢，未来怎么样去发展哈？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呢，向各位详细报告一下。是。这个林业文化园区呢，总共有20公顷了哈，分成6个区了哈。那么我们第1期呢是准备先这个开发4个区的哈，第2期才2个区的哈。那么目前呢，整体规划都已经好了哈。那么现在在等经费了哈。那么第1期的4个区里面呢，其中在湖边呢有一个区是做农特产跟这个湖滨餐厅的哈，就是楚木池那边以后会做湖滨餐厅啊。对，所以这个湖滨餐厅，我就在呼应我们刚刚的乡亲的意见哈。他刚刚讲这个特色的客家菜色，没有一个非常有特色，而且没有一个大型的这个客家的餐厅。那么那个部分呢，未来呢，我们是有准备呢，做一个我们客家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湖滨的餐厅的哈。是是。那么让我们的乡亲哈，也可以在那边这个用餐哈，然后这个喜宴也可以在那边用。谢谢处长。谢谢。看起来其实林业文化园区里边已经有青岛的资源哈，已经有释放出来，甚至也做好准备，所以本应该董事客家乡亲得到利用哈。希望各开发你现场乡亲哈，来表达意见嘛，好，来个欣赏。东市嘅发展是讲林业，第二讲对了伐木开始，清朝时代清乾隆39年派了军工来东市就着手，當然作個手做乜嘅做船嗱嘅，人有摩托操船，不過人都着手。你要想將人個着手個文化變做人兩個同拍啥？完全冇關係嘅特色。好，是講做伐木業韓國太部嘅客家文化特色要強調出來。好，感謝。所以我要建議講我嘅余經理嚇，你晚火車要咧，以前嘅輕便車，火車嘅輕便車以前都送啊，唔係社長送進來教啊。你完全來設計輕便車，因為平常火車冇得走。本家咧去教嘅嘛，而家家庭常常幾台車是得送嘅嘛。你還有意見？好。其實我覺得，因為東勢嘅客家婦女哈，全部都很有活力。可是每一個人就是只做他自己的事情，沒有去結合很多的地方的這種一個文化鏈來講。那目前現在我們在跟我們的文化園區在努力的爭取到。客家文化園區，我們希望它是一個奉茶的地方。你客家人提議話講到，來聊錯，來食茶。我們也希望把這個茶的文化跟藝術結合，在這個文化園區呈現。那我們也希望在地的婦女、在地的老師，跟我們一起來努力。就社區參與部分啊。對，我覺得媽媽是我們整個客家人的支柱，有嗎？你誰是媽媽教你做嘛改？可是媽媽完全忽略到她自己的那種偉大，就是默默的做，不會把她的文化發揚到淋漓盡致。好，感謝。還有那個，主持人賴主委還有陳科長告訴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东势客家文化园区的专案经理伊思涵。来到鸦片哦，8张年嘞，就话一年了哦，是给咩过冬假。我是从来到呀哈，我吃到东西鸦片哦，有天天有开发落诶，像尼腾云号火车正式做得来运作诶，来营运诶，也咩係經過3年人哦，好睇3000人班。故所我也係咪引述方我嘅條價吼，有信心啦，一片哦，當好嘅上啲人繼續做啊，然後去年嘅咩做係好睇咩係了嘅400萬安尼啊，唔過係看到有當到嘅協費了一下呢，就天天呢加入來嘅。我知道講嘢係當好機會，唔過像嘅家下陳先生有講到美食嘅一部分，我看新店班姐當到嘅媽媽，佢也都嘅作品一好啊，數年也都咩當好舞啊、歌啊，咩唱到當好。故所係唔係做得講呢莫內嘅傳統，係講招商因招就招無人吼，咩做設計做，也係呢騰雲號嘅鐵路片檔，也係咩做規劃。係講有按樣嘅想法也有心，我來去做個客家美食啊，煮到當位煮嘅，就話反正唔煮落，人家就延期來聯絡。這是係希望講延期唔係講舊本 OT 入雜做，全部做唔也就做。中下人工人員也嘛6-7人天天，我做嘅咩事係當到啊！故所希望大家唔好再個觀望誒，喺有心一就大家就共下來做，因為有心一個在吃只，有心誒你董事上先在吃只請人家意見你來談之出嚟。係，像個志工啊，一下有節目啊，嗬，咩節目3-4，唔過人一下也爭係忙有23人咯，故所家下做新聞講，大家如果做志工嘅卡數，我咩反映等下節目了睇，做來登記啊呢，希望大家做係多加裝機行較快咯，創山個咩有舞台嗬，看樣辦來去結下都係冇問題嘅，老啦。好，安子說，想講開放一個鄉親嘛，好冇？還有那個鄉親有意見呢？兩個先生。所以我哋今日提出2點建議，一點是那個工業化，那連入客家文化嘅一環。第二點，工業化發起呢，同同化發動嘅嘅期間完全一致。完全重要，所以去年發電去年發電之後，客家文化園區辦，我記得諸位都有來參觀嚇，就分我一同指教，非常感謝。喺講呢個工業化嘅發動同化發動結為一體，同化發動聽咗行家有內容，本人印象是行家好，所以。我哋來建議啦，第一點是工業化嘅發動來列入同化發動嘅一部分。好，羅拉。羅拉。好，我想先請你來注意來回應鄉親嘅意見好啦，哈。請到各位鄉親嘅意見總也真好啦，吼。像你教育協會嘅啦，吼，你去年有來看啦，吼，點了唔會壞啦，吼，包括官舍義運活動，我相信去年啦吼，土啲東西變咗土牛兩階段，大概禮拜六暗晡鐘就規劃發動，今年會陸陸續續來開始規劃啦吼，盡量像啲菜體像農會嘅管樂團啦吼，各地嘅歌謠班，也係學校真多真好嘅團隊來兩表演，安尼呢本件有表演嘅機會啦吼，鄉親來參觀已經就嘛較親切啦吼，先頭蘇理事長吼，因為你講過吼，東西係全台灣地區唯一嘅太普遍嘅蔬菜，所以希望講東西區是得家啲太普遍喎，保存落來吼，流傳落來，你係真好一個特色。當然講你突然下一擺起來，吼，呢度有好表演，吼，有農產品來展售。嘛實在講就該用客家學堂啦，因為就得客話啦，就客家記憶，像先頭講主編，你咪講有啲蔬菜是得傳承落去，看就帶嘅蔬菜嘛，過來因為突然就係客家原鄉嘅建築物啦，台灣地區種三合院、四合院，可能除了土塬樓的部分，兩般都是用迄邊蓋個三合院、四合院，跟原鄉的建築來相互對應。當然啦，唔敢來講咧兩個主題啦，希望講朝一個
客家主题公园来方向来打拼啦吼。下一摆有可能吼，将会邀请了地方的意见领袖共下来提供了意见安尼。好。我想接下来请教我们曹科长，就说，这个观光旅游局今年成立第2年嘛，哈，那未来就说，就像你前面有讲，整个大山城地区东势的定位或角色，或者它怎样跟周边的这个邻近区域去做联合哦，那你们有没有更细致的想法，或者说今天听过相亲这么多意见之后，有一些新的这个概念出来？今天也接到很多新的一个对东势的一个了解了。那因为我们第2年，所以对东势地区真的是需要更深入的接触。所以我想，我们今后在东势地区的努力最重要的还是要跟地方的各位多多的接触，那了解大家的想法，然后找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那客家文化园区这边，我们要多多来跟他们来思考怎么样来发展。那刚刚诸位有讲到说，我们要改善这边的地标，还有导览地图，这个都可以马上来做了，可以马上来努力。另外就是各位有提到说志工部分，那志工部分我们今年也有这种思考，因为现在我们讲深度旅游嘛，深度旅游才会对地方有一些认同跟感动。那这样的话，经过志工的一些深度的导览。跟一些口碑效应，会带动更多的一个旅客来我们东势啦。那这边呢，我们马上也可以来努力的。另外就是在我们的硬体部分我想大家刚刚都有提到我们东势的几个特色，譬如说客家文化、林业文化，还有我们的自行车，还有我们的高经济的水果，这就是我们东势的一个特色。那将来我们如何结合东势的特色？跟周边山城地区做成一个配套的旅游，那这个是我们也是要积极来规划的。那我想这个应该马上可以来做。那有一些像林业文化园区，还有我们的腾云号火车的一个延驶等等比较长期的规划，甚至我们的缆车，我们缆车目前是从古关到大雪山，那如何把东势结合进去？譬如说我们是从东势来出发来大雪山，然后坐缆车下来直接到古关，这些游程的规划，我们也可以马上来一个进行。所以观光缆车东势设站这个也会纳入考虑。目前是没有设缆车站，是在规划里面没有，但是就变成一个接驳一个配套了。如何我们从东势来到大雪山，然后大雪山再坐缆车下来到古关，这个是一个游程的规划，或是说一个接驳。如果是接驳，我想，建设局观光工程科，还有我们客家文化委员这边，大概都会做一个横向的联系来做一个配套。好，那今天非常的谢谢各位，今天受教很多，谢谢。好，谢谢。该范董事长该你有冇嘢建议相亲？我想通过按照相亲的建议还有专家嘅政策的方向我了解讲，安尼一位东势发展是讲就客家文化林业文化、铁土文化、水果文化呢都有文化合起有安尼的特色。我看到当多安尼客家的元素要慢更深入挖掘。刚才主委就讲过，安尼那个巧胜先师庙这样文化可以深入，因为推翻莫讲按道为所讲就专门按个庙，拜木上的祖师爷，这是讲非常好并且咧安尼就新灯板街该是就还愿祈福嘅分享文化，我认为非常好。系咩讲安尼大家都把文化深入，这提一点我看法是讲，很多文化元素安尼提炼出来，到底嘛个按客家文化。其实来讲个安尼土元楼客家就其他就围龙屋围龙屋到很美，更能代表安尼客家文化。那就是讲讲你是每次讲土元楼那是福建你他就每一座个东都就围龙屋那是真讲安尼客家的文化，还没有安家就那丢胎这个是可以考虑进来。那回安尼摊到动作，土元楼边都摊就那是台北的主题公园另外都去拍照去所有的梯田，所有呈现客家生活把公庙乜嘅时候，梯田、稻草人、水车全部就
但是还有当然还有种稻谷，还有收割都有仪式，所以在这边完全生活化。好，还是因为他们的规划土研来讲，还没用整个生态的概念来规划。生态博物馆啊。生态园区的概念来规划，对大家有帮助。最尾一点啊，因为大家冇通到你董事出来当到名人啊，还没你董事诶企业家能够回流。那第一个，我认为说，能不能鼓励他们回乡投资？好，我看下要大家介绍，就我到天时在高雄客家旅游服务当到客家乡亲啊，像高雄客院的董事长，叫所有的高雄客人、南方客人的董事长，全部来董事院去投资业。中拉立新医院集团12个医院的集团全部按董事人，还有台湾最大的数位学堂邱昌奇在董事院。你我们出去当到优秀的董事院，还没有机会要长期进来参加安尼活动，其实全部愿意提供更多的资源，要提一点，提一点后上因，我们回来活络安尼地方，鼓励大家来创业。今年那个行政院客委会新的产业经济处新的处，这个处它有预算来鼓励大家，我们的研究，我们叫政府纳签，政府人员30当日。客家委政府就30当日也签，你用别人用大家社区的力量结合起来，要政府先强签下来，来帮助安尼的客家人气，帮助安尼地方的社区的发展，帮助安尼的高文化的发展。好。感谢台东的来宾带来按宝贵的意见，也问大家清楚的建议。当然非常感谢您董事的乡亲对这个家乡的发展很有想法，今日来到现场呢，都踊跃发表家意见。像到了尾你推荐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啦哈，来到你董事呢，唔单是喺起天马、坐火车听听，其实还落去台湾有个林业文化园区，甚至有董事林场，行下。街路都地位有文化界，有侨圣先师哈，全国拜木匠、拜大铁匠、卢公先师，还有各种奶水的侯耀先师哈。记得做什么种下多你嘅台中董事入邊啦，還有嗰個李馬白公也非常有特色嘅哈。香港有種係新燈版嘅哈，除了個商業版以外，來到呢，像其實不管任何時節來到你董事去參與下，都有特色客家傳統哈。像好食好料好搞，係你董事嘅客家種非常。像樣地方，當然嘅太保客嘅客家鄉音係配備湯姆嘅哈，像鄉親來到呢位，一天做對帶到能嘅舒服轉移，一天半搞到非常過癮。以上今日出面睇飛，感謝嘅舒服送大家安子謝再飛。